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嘅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為香港社會注入一股振奮人心嘅暖流。喺經歷幾年嘅挑戰同埋財赤之後，特區政府舊年交出咗一份遠超預期嘅亮麗成績單。受惠於股市交投活躍同埋經濟增長加快，2025-26年度嘅經營帳目提早恢復盈餘。綜合帳目更加由原來預算大概670億元嘅赤字，轉為錄得29億元盈餘。喺財政狀況有所改善嘅前提之下，特區政府喺照顧香港各方面嘅長遠發展，包括提速推動人工智能產業化同埋推展北部都會區等，亦都未忘記市民喺過去幾年嘅辛勞同埋付出。陳茂波喺預算案中推出咗一系列雨露均沾嘅惠民措施，對中產嘅支援尤為顯著，值得社會各界支持。話預算案嘅措施雨露均沾，絕對唔係言過其實。正如陳茂波所講，各項惠民措施所涉及嘅總金額規模接近220億元，同舊年嘅財政預算案嘅78億元比較，立堂多咗1.8倍。我認為呢份甜頭來得及時而且務實，寬減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寬減首兩季物業差餉，上調基本以及子女免稅額，乃至向領取綜援、生果金同埋長者生活津貼嘅群體發放額外1個月津貼。每一項措施都精準咁樣回應咗唔同階層嘅需求，既體現咗特區政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嘅原則，亦都展現咗喺能力範圍內與民共享成果嘅誠意。仔細盤點今年嘅派糖措施，力度較去年確實係增強咗唔少。對基層嚟講，預算案宣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嘅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1個月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以及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作出相約嘅安排，涉及額外開支合共約65億元，多1個月嘅援助金額。喺而家經濟需要逐步回暖，但仍陰霾密佈嘅情況之下，對基層市民嚟講，絕對有正面嘅援助紓困作用。照顧咗基層嘅需要，預算案亦都冇忽略為中產人士同埋商界減壓。除咗決定寬減2026-27年度首兩季嘅住宅物業同埋非住宅物業差餉，每戶上限均為500元。估計涉及大概315萬個住宅物業同埋44萬個非住宅物業。政府收入將一共減少大約35億元外，預算案亦宣布寬減2025-26課稅年度100%嘅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同埋利得稅，上限為3000元。全港大約212萬名納稅人同埋大約171000間嘅企業受惠。兩項措施估計涉款共約58億元。此外，陳茂波喺預算案中有建議，由2026-27課稅年度起，提高基本免稅額、單親免稅額、已婚人士免稅額、子女免稅額及額外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嘅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上限等。受惠嘅納稅人大約209萬名，政府少收嘅稅款超過52億元。層面之廣、力度之大，明顯已經照顧香港大部分打工仔同埋納稅人嘅需要。有別於一次性措施，特區政府提升免稅額，對中產階層嘅支援係更加長期同埋穩定嘅。試想像一下，中產最大嘅壓力來源，除咗供樓，仲包括要喺經濟上照顧父母長輩以及下一代。今次預算案提高各項免稅額嘅措施，正係對焦中產階層嘅痛點，減輕佢哋嘅壓力，等一眾中產留有更多流動資金應付需要。相比一次性嘅受惠項目，提升唔同方面嘅免稅額更來得實際。我哋睇到特區政府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內，盡最大努力回饋社會。但係與此同時，佢並冇因為一時嘅盈餘而放棄審慎理財嘅原則，更加冇因此而進行大規模無差別嘅派發。例如喺消費券嘅問題上，特區政府就作出咗目前並非合適時機嘅理性判斷。事實係，陳茂波喺諮詢活動同埋預算案發佈嘅時候，都已經反覆強調必須留有子彈以應對突發挑戰。呢句話喺香港當前嘅經濟環境下，絕非空穴來風。本地經濟確實穩中有進，金融市場表現亮麗，
但係外圍環境嘅迷霧未見消散，美國發動嘅關稅戰天天新款，令到全球貿易充滿不確定性。香港作為細小嘅外向型經濟體，必須預早作準備，以應對難以預測嘅變數。一次性嘅派糖或許可以提振一時之喜，但係穩健嘅財政儲備卻係香港抵禦風浪嘅定海神針。如果喺稍有盈餘嘅時候便將子彈耗盡，當真正需要應對危機嘅時候，我哋將會陷入進退維谷嘅困境。總括而言，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對廣大市民嚟講係一份既務實而且有具遠見嘅施政綱領，既照顧咗香港嘅長遠發展同埋提升整體競爭力需要，亦都喺力所能及嘅範圍之內，最大限度咁樣回應市民嘅訴求，體現咗特區政府對民生嘅關顧。同時，佢堅持留有子彈嘅原則，彰顯咗應對複雜多變外圍環境嘅風險意識。呢份預算案唔單止俾市民嘗到咗經濟復甦嘅甜頭，亦都為香港嘅穩健發展奠定堅實嘅基礎。社會有理由相信，特區政府喺條件許可嘅時候，係會推出更多合適嘅惠民措施，同全港市民共享經濟發展嘅成果，共同書寫香港繁榮穩定新篇章。